我對路德嗰個嘅召命觀咧，都睇到佢認為召命同洗禮有關嘅。人只能夠透過相信主耶穌基督同埋接受水禮，先至能夠經歷赦罪嗰個恩典。而召命嗰個意義同律法同埋福音嗰個教義亦都係對應。召命係一個信同愛嗰個嘅呼召，佢呼召人接受呢份從上帝而嚟嗰個愛嘅禮物，就係赦罪、拯救同埋從罪中得到釋放。透過福音，上帝呼召人進入佢救恩嘅國度。喺呢個嘅呼召裏面咧，每個人都係相同嘅，喺上帝面前都係罪人，都需要以愛去接受，以信去接受上帝嘅赦罪、新生命同埋祝福。呢啲都係上帝賜俾人白白嘅愛嘅禮物，即係聖經角度嘅普遍意義。路德認為咧，我哋全部嘅生活都應該係洗禮，因為我哋已經係由擺脫咗其他嘅一切，將自己完全奉獻俾洗禮，即死亡同埋復活。我哋嘅終身只係奉命做一件事，就係受洗同埋受洗，向罪死，向神活。生命俾上帝不斷嘅更新喺外顯嘅行為上面，直到末日時徹底嘅成全呢個嘅記號，即因信基督死而復活。咁你又要持續不斷咁接受信心嘅洗禮，不斷嘅死亡，不斷嘅復生，俾上帝不斷嘅更新喺外顯嘅行為上面。路德仲相信上帝呼召所有領悟以下真理嘅人，就話一個人唔能夠藉自己嘅理智或者係力量相信主耶穌基督親近神。呢個呼召係嚟自福音，唔係嚟自律法。天職呢個嘅新概念就產生咗啦。喺路德睇，天職嘅第一要義係恩賜，第二或第三先至係責任。佢關於天職嘅教訓，首先係福音，第二、第三先至係誡命。喺呢啲教訓嘅裏面，最有威勢嘅係佢為上帝賜俾佢同埋佢嗰一代嘅人啊，無限嘅恩賜而仲讚神。呢個恩賜唔係第二樣嘢，就係赦罪。佢有喺天職論裏面有個嘅記載咧，係令我即係好感受嗰個嘅有咁嘅感受。